关于3名大学生入山失踪，内知名大学昆虫系的学生，浪费咱社会的资源嘛。当年出到新闻，却又想到太后神，第3个请得路。科长，我有事情，科长。你呀，别浪费这，就不要浪费这个暑假啊，不然怎样？我准备转系。读昆虫系很丢脸吗？青菜，读青菜，前后夹击。好啊！冇辦法，唔記得嘅你寫咩？可是唔讀昆蟲呢？好嘛？唔好查，就係邊度？我做 V 段來，張庭有退有準。